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7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阿摩司书第3章第9节到第4章第5节，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偏见。每一个人拢有偏见。通常来讲，要放落咱的偏见，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但是呢，这是基督徒所应该爱学习的功课，因为圣经就是安尼甲咱教导，并且要求咱的。耶稣基督捌安尼来讲着，伊讲：恁有听到这款的教示，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毋过我甲恁讲，着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囝儿。因为伊予日头出来照歹人，也照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敢若听遐个听恁的人，有甚物好报赏的？兼毋是连遐个冒税的嘛安尼做吗？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还是姊妹称安，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敢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吗？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这是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所教示的话。耶稣基督提到着基督徒不但爱这个听厝边，佮爱进一步来听对敌。对敌呢，所谓咱无介意的人，咱袂当抱着一个偏见的心，应该爱对因看甲别人同款。昨昏伫这个主日的信息的中间，牧师有提到类似的情景，也毋望上帝成做咱迄无欢喜咱的对敌的救主。这是基督徒所应该爱有的态度啦，吼。雅各书甲基督徒讲，伊讲：我的兄弟姊妹啊，既然恁是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就袂当凭着人的外表，用着无同款的态度对待人。家庭有一个有钱人，戴金手指，身躯穿着真华丽真高尚的衫，来到恁聚会的所在。相时有一个穿衫穿甲破破烂烂的散车人嘛来啊！你着爱对迄个穿真高尚衫的人特别客气，对伊讲，请来顶悬坐。却对迄个送向人讲，你徛伫一边，也是讲坐伫我的骹踏边。你就是偏心，就是恶意来轻视人。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恁着听，上帝竞选世间的丧向的人，互因伫信心顶悬来布有，佮互因承受因伊应允，互因听伊的人的新国度。恁竟然来侮辱散车人！其实欺压恁的，甲恁揪去见官府的，就是这帮有钱的人；诽谤恁所领受尊贵名称的，也就是这帮人。这是初代教会真严重的问题啦，吼！会当讲是伫迄个时阵非常非常严重，吼。这个雅各呢，写这个批来劝勉这基督徒，
袂当凭着人的外表，来做评论即个标准袂当有偏见对伫遐的衣裳破破烂烂的善车人，咱着爱安怎来面对因，才袂有偏见呢？教会老家受到占用，遐个人因对教会有真深的偏见。当然，另外嘛有一寡迷信的人，因对基督的信仰也有偏见。也有人闹话讲，若是耶稣会当家己起来证明伊是上帝，我着信伊。基本上有即种偏见的人是无可能会信啦认为基督徒就是爱诱人入去教会，教导人莫对厝内的长辈孝敬，这拢是偏见只不过是因为基督信仰强调无拜偶像，意思讲咱无祭祖。两方面的功课，值得咱来好好学习，就是讲咱无持有偏见来对待人。另外一个较重要的功课，就是讲要安怎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遐对咱有偏见的人，真正是无简单的一项事啦先知阿摩斯伊伫预言的这个状况是上帝要用审判来临到这个撒玛利亚，当然嘛临到伫这个以色列。也好那亲像圣经甲咱讲过，上帝无偏袒人，上帝用伊的准绳、伊的标准来判断外邦的撒玛利亚人，伊嘛用相款的标准来称这个伊的选民，所有离开伊道路的，上帝拢要处罚。无论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伫昨主日信息的中间，牧师引用着阿摩司书第7章的经文，对第7节到第9节，圣经安尼讲着，伊阁互我看见一个景象，主摕着推绳推索徛伫照推索所起的墙顶面。上主对我讲：“阿摩司你看见啥物？”我应讲：“我看到推索。”主讲：“我要用推索让我的子民以色列，我袂阁放因煞。以色列山头段会荒废。”以色列的圣所会趴远，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王朝。这个推说是来让以色列的行为，因为因离开背离上帝的真道真远，好那亲像一面起好歪错的围墙共款。因为安尼，所以耶稣基督咱来学习，亲像上帝的做法，用伊的推说、伊的准绳、伊的标准，无偏袒人，无有偏见。这个标准、这个准绳、这个推说，就是放伫咱的头前，咱要来学习用这个标准来去量的，帮助咱会通更较亲近上帝，甲上帝更较亲像。诗篇第7篇，上主我的上帝，求你做我避难所，保护我，求你解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若无因的亲像屎拆离我，拆甲喙糊糊，嘛无人通救我。上主我的上帝我的手若有做毋对，有对朋友用歹报好，还是无缘无故抢夺对敌我的人，
我若有做正诶代志，就出在对敌入我，到掠着我，将我诶性命踏伫涂骹，将我诶尊严变做土粉。上主啊，求你起来发出受气，徛起来对付我诶对敌诶大受气。求你为着我醒起来，照你诶旨意审判。愿万民拢聚集伫你诶周围，愿你坐伫宝座伫你因。上主审判万民，上主啊，求你裁判，判我做义，定我无罪。求你，互歹人袂阁做歹，互义人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上帝是我的盾牌，伊拯救心正直的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伊逐日对不义的人发受气。人若毋反悔，伊就磨伊的刀，扭开伊的颈来准备好势。伊准备致命的武器。伊写的是火的字，你看，歹人多无邪恶，怀因恶毒，生出奸诈。伊乌互伊深，竟然跋落家己设的陷阱。伊的毒害会倒转到家己的头壳，伊的强暴会落伫家己的头壳顶。我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伊要称赞上主至高上帝的名。感谢上帝，互阮得到救恩，成做你的仆人。求主帮助阮学习你的模样，无掠阮的偏见用这个做标准来看人，来对待人。也求上帝帮助阮用上帝的听来听人、赞人，互人得到利益。感谢祈祷，奉靠主基督的圣名，阿们。